来是高雄市的前市长韩国瑜，昨中回高雄参加同乡会，甲国民党的市长候选人郭志温会面半点钟，也有风声，讲双十国庆迄天，韩国瑜会帮前议长柯坤元的查某囝柯彩珍徛台助选，也毋过韩国瑜并无正面来回应。郭志温早起到市场拜票，访问到韩国瑜辅选的话题。伊讲尊重韩国瑜的团队，互因家己来发布。啊，若柯彩珍是请大家等咧看，到时就知。将一天下晡和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做伙食饭半点钟，暗时阁参加同乡会活动。郭志温一透早伫市场扫街，大家上想要问因两个什么时阵会做伙并选战。是柯真在选举了，那我想我还是会继续走我自己的路。人家有邀请他，他都会过来帮他们做一个辅选的一个动作。对，那我们还是尊重韩团队，由他们自己来做一个发布。韩国瑜什么时阵会出手替伊助选？郭志温无讲伤济，因为韩国瑜虽然出现，毋过面对镜头，干那讲一句。谢谢大家。简单讲一下。同乡会的活动当中，他没有谈到任何的一个政治的议题。那我想市长基于对许议长过去的一个情缘，我想这个彩珍她要成立竞选总部，我想市长会来应该是可以被期待的。敢有助选计划先为上徛台，韩国瑜伫镜头干那讲多谢，无要受访。毋过传出高雄头一场辅选对象是前议长柯坤元的查某囝柯彩珍。毋过纠正柯彩珍，伊干那讲到时阵会有真侪嘉宾，大家会当先期待。这对国民党一些选况较低迷的县市，如高雄市而言，是个莫大的鼓励，也可以凝聚蓝营基层的力量。2022年选举，韩国瑜无要坐轿，该替人扛轿，和刘的风潮，敢会阁穿起来，各界拢真关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